話說好多人咧都想象唔到我以前到底係有幾肥嘅，成日都話應該不嬲都係咁瘦噶啦，太天真啦！俾大家睇下啦，今日。哇，係咪冇辦法接受呢？呢一張相咧係以前洋洋玩我部電話嗰陣唔小心影到嘅，俾我睇翻相簿嘅時候先發現有一張咁核突嘅相，所以就開始咗我當時第一次嘅減肥行動。咁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我平時係點樣做嘅咧。我每個禮拜大概嚟 Wow Fitness 1至2次。Keep fit 嚟講咧，飲食當然緊要，但係做運動就更加重要。齋靠飲食你會瘦嘅，但係冇運動咧，肌肉量唔夠就唔會有靚嘅線條，體力亦都爭啲。好似湊仔咁，其實都好需要肌肉嘅。追住佢哋跑要體力，抱起佢哋又要力。以前我冇做運動啦，抱住大小行係好快就會喘晒氣，但係 keep 住做翻運動之後咧，真係有改善。抱佢會覺得容易咗好多，應付日常生活都輕鬆啲。我揀 Wow 係因為佢哋有全港唯一專屬媽媽健身室，專門幫媽咪修身。望住各位同路人一齊做係特別有動力㗎。同埋佢哋係1對1 PT， 只要你有決心，包你成功啊！除咗 PT 課程，佢哋仲有 Pilates 同埋物理治療。Wow會幫你度身訂做課程，無論你有乜嘢體態問題，都可以去揾佢哋幫你解決。